子宽，后上太上宫，有花太假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又到来你老后上人打最久的时间哈。讲到那个时候，你人类为到要得到了能量，必须要透过历史得到那个能量。不过对有的人来讲，那个是点都係佢哋興趣、佢哋才藝，甚至係佢嘅專長。呢一種人呢，你老佢按到財貨，你嘅老古人言有講到有好食，味就會走出。你今日有講到6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分享一下，那個財貨對美食到底有哪片係堅持嘅地方，總上來分享了。主持人老太家小嘅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味道是甜點，做的唔是正常嘅志怡。也係唔空間嘅方式，觀眾朋友千萬唔好學。動幸福嘅方式。做唔得，會大嘢。我第一隻老太家小嘅係認真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用來生美食嘅認真。排聲下，順方係咩做唔錯？啊不，係咩？你 Q 得青葉班來係冇？唔係啦， Q 得我用青葉班。屁講來說東西嘅人。鹹菜果。好，第三套老太家小嘅係白劍啊。大家好，我係東豪食、東會食，又東會煮，還有我係自家自主嘅主持人，料理節目嘅主持人哦，白劍。結果呢個機會嚟打廣告係冇？見講誒，B 題。好，總得歡迎來打廣告啦。第四套老太家小嘅係何先。大家好，我係豪食甜點嘅蛇奶嘅代表豪先。好朋友。來這果然穿粉紅色。好嘞，沒錯，不要在邊認親，你咪認親嚟睇會。聽咗老太家小嘅係會見啊。大家好，我係會見啊，我做得味道是頭下圓同東爬。哎呦，你阿前見。厲害呢。孔天推表。就係當孔天，當變態。最尾老太家小嘅小鳳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專門啲貨卡冰菜米做直筒嘅小鳳。哇！佢而家讀書是啲。水利嘅。係啊。幾多年咧？你讀書總係係錢係向進，睇下啲冇？你錢學出來。一全喐出來。如果講到呢個時候，大家對食都當有研究，尤其係啲下嘅物質係有豐用嘅年代，大家唔是將頭擺按三蚊大餅上有一定有好食。呢個時代大家對自己嘅食嘅習慣化，係咪？有什麼吃貨語錄可以跟大家介紹咧？小鳳先來講下人嘅習慣化。我知道哦，做財貨就都係無效無利。貨卡黃太太係食量後就飽，我係食飽嘅，行咗係食量後。呢波客嘅廚餘桶啊，接筒。哇，懂好。古時候睇真係讓你做朋友。我大用大方啊，就想我來吃看下係咪個米湯啲冇，冇食都有艱苦啦。古時候我全部，但係就差唔多懂飽。我是要直筒。古時候你講咩？台北一兩日唔係因為個喜好嘅，小鳳嘅都市咩唔係因為來抽成嘅。也就係阿伯有錢嘅台北，阿伯有錢，有都市。兩個講辛苦嘅。兩個前幾日咧，佢聽講做得蛇奶嗰啲講做嘅黃太太直筒。黃太太嘅直筒，梗係食一啲我們這個男生的浪漫，你懂嗎？係啦，也就食貨也啲總之，佢係回傾咗嘅遲到，咧係兩個陪上嘅時間變到自己嘅是係，你係食來因吼，專門是乜嘅都怪陪上，明明是自家是聽到很有源頭。我唔可以講係黃太太啊，所以要水利。感恩書。小鳳講到歡喜做啦，就要感恩書啦。你係人嘅愛燒嘅口場吼，你自己嚟燒就好。嘅認證人嘅財貨嘅習慣化係乜嘅？我搭配一種口氣，我講，我唔必哦，我唔係啲嚟食，我係啲嚟食嘅盧紅。好講法。胡思遠今天有來是不是？胡思遠的妹妹。因為啊，我同人講，意思就係因為我從細就會跳舞班，鼓手嘅身材就會照顧，我大概愛食嘅時間就會分配人嘛，什麼嘅食按太強還啲嚟食，鼓手咧我想愛食啊嚇，唔過冇追到最後一步。冰凍那個最底部嘅時間就被打斷，搶走了。對啊，真的。唔是叫啦，應該是講食太強變苦味。鼓手還有個這個嘅方法，我大概就會按呢，食物拿過來。我用皮嘅，按你解就食飽咧，因為我係就係嗰種吼，就係食茶咩會太口嘅嘢，鼓手我就搶走得用皮嘅樣，哇，咚響，還用嘅。
5月节嘅時間，係愛食粽嘅咩？係咪係用皮嘅？你做喺青年班啊，唔係5月節。望梅止渴。大家有看到一批有人冇？應該冇。应该有看到跟好朋友嘛个时间，你一开始开镜的时候，我们拜拜拜嘅時間，你可唔可以上面這個來啊？拜拜嘅時間要來啊！影針就會飄在上面呢。這個皮，那個嘅泡面皮唔到好冇？然後皮係嗰種香香。冇這種怪，你請嘅版先會盤走，差一隻一來啊，一來啊！你請嘅版先會盤青台中做得。你按你個師傅真嘅係當菜糕呢？批到高煙啦，係唔係？給阿志嘅，人家嘅師傅性管法係嘛個？人嘅師傅語錄就係甜點係啱我一隻味非常老嘅師傅語錄，唔講我愛真嘅係按用去，因為大概愛去傳堂吃飯，就是一系列是一些人就講哦漢堡咧，愛是唔好咧，唔講愛行出了後，愛就想你係是甜點好冇？是跳法好冇？還是你會幾亂搞啊樣嘅？古時咧，其實台灣藝從認真做的好定藝樣板，藝是真傳真形式青少，大家都知嘛。誒，存下來藝大概就問阿中國天數藝是冇？白強愛是冇？愛是冇？大家都清楚係藝嘅主頭。唔講嘅，會乜嘅？藝唔會是真傳是按到，因為藝留下來啊，嘅熱量我們要去算啊。跟那些藝真傳是東西，藝就做的是太多甜點。就一隻幾亂搞，按太隻，藝就做的是1/4。唔講嘅，係真嘅哦。1/4呢？藝都係去嘅，唔講藝嘅反抗就是一號。1/4餅啊，面係個太多。梗係佢點解嘅？古數甜點係藝啷個一隻味？按你就會營養不良，困你就啲咧。你阿真嘅係冇空間嘅一種方法。唔好青菜搞你的觀眾朋友好冇？你就吃到嘅就是只有精緻的澱粉，還有精緻的糖。空間其他唔空間用皮嘅應該還有是。唔講哦，對啊。唔係啊，因為冇強用世界，所以用來。冇世界。係啦，嘅好成日嘅師傅嘅心肝火係嘛？哦，我嘅師傅心肝嘅係做一隻師傅最大嘅煩惱，唔係冇東西好食，係有好食嘅東西你面前，點容易發現吐司種唔落咧。都是唔拉開啦。啊，外接硬碟的。有看中哦，因為那邊走食時間西裝而家5星級飯店哦，時間buffet，你在炫耀是不是？加爽吃，這個店呐，這個店。好嘅，都有錢。咩？你係講哦，對奶來講嘅，而5星級飯店嘅buffet好選好食，係幾個甜點又好選冇。我去到街buffet嘅時間，我食到幾個甜點，而家天門飲起來。哦，對，安逸。安永公司唔錯嘅，因為buffet嘅好食呀唔好食，取決於它的那個商品讓你排每個甜點，甜點完全是配角。真的。還有海鮮呐。係海鮮。你不懂吃，那是你不懂吃。好咧，冇染噶，好，白強你吃到嘅甜點是係加嘅主角，對唔對？嘿，真緊做唔得，我讓大家小解一下哈，假是有一種純正血統的客家吃貨，要唐清楚咧哦。客家，還有客家師傅，嘿，還有客家師傅咯，因為總對打餸食物啊，嘿，好食嘅東西哦，你要食家豆，唔好食嘅東西哦，要家姜食豆。哎呦，這樣子才可以，對不對？有啲純正血統哦，來，有做到的舉手。哎呦，該沒辦？唔係啊，你唔錯食嘅東西就加減食一些咧。加減食，古數沒冇食體啊，古數沒大餸啊。妹妹，哎，加減吃一點，那個是偏義副詞，是取那個加的意思，而全部是貼。國文老師嗎？對啊，你就變消防呢？係啊。差唔多意思啊，因為家個客家師傅你都嘛嘛，因為但是咧行業適合冇適甜，錯嘛？但是啦，唔係講全部。所以可能今年產品純正血統。你係講咧都咩客家人咧？係貴人啊哈，我而家可能都挑到嘅。好咧，咁讓價好冇？今日睇即刻係附上附來上海，來上海，來。好咧，係用讓價係整嘅讓價，那個總共係用錢係冇？全亂掉。我知道今日動危險嘅，動危險嗬。咁始終一個師傅嘅心肝火係咪嘅？唔是炸肉脆，是炸冇脆。嚇？唔是都是肉唔是脆，炸肉脆哦，是炸冇脆。
系啊，鼓手就要从爱抽嘞，系是一定爱信嘛，投出去站掉，好点点同我讲，本片你妈嘞，好冷静。好了，从爱是维持货，你嘛是一滴滴洗，然后慢慢洗，无论用班都系爱洗洗抽嘞，因为毛洗是对唔起自家。哦，他就是安安静静吃3碗的那一个，系点点。点食3碗กุ้ง 运动到百姓每一道是同道啊用。哎，小凤社區這副卡嘅種3碗กุ้做得半食這樣。係幾種台嘅三文公安尼。我水從面安台嗰種。唔過講到咧細東西咧、食東西，因為講清貨嘅東西嘅價是按呢個時間，你知道按唔會食，不然知道按唔會食嘅東西。跟你知道你做人師傅有優點冇？還係總嘅缺點咧？阿小鳳，我知道，就做師傅、做師貴、做師古，最大嘅好處係乜嘢？唔知嘛？最大嘅好處就係出去哦，人家唔敢食咧，人家食唔落嘅，全部搞本捱。搞本捱嘅水利啊！你睇下談到水利嘅上映咧。一賣西瓜咩？我曉得噗噗嘅。最重要乜嘢？你嘛？頭擺我不用獨當捱，忙獨當捱以前去王爺吃就食2種就飽嘅。然後獨當捱幾張提供乜？個人都從頭食到尾。如果有想食，佢就買，唔是個人食唔落，會打傷會浪費，我絕對唔會浪費。俺做得了，你不用加了，你就沒花多錢呢？俺會加我呀，這字不用啦，導演。還給4000啦。學長，我會加你，做買個字筒，還去王亞斯嘅人就是個順通，哎，是，哎，俺是要存。係呀，嗰陣時打佢來咧，倒落去啊，你記錯。咁個間寫係衣嘅，發衣嘅，咩發機嘅？係啊，冇要緊啊，因為俺做的事都青島站，而家做啲人要做聽機，食到米，你做聽機。黃小鳳就會給佢行通直係啊，行通對嘅。不過做一種行通吃通，還知道有一個好處啦。比如講啦，公婆啊、嚴家啦，心情唔好啦，你按你嘅師傅咧，有好食嘅，你心情就會好，錯嗎？誒冇唔錯，係就唔可以嚴格。嘿呀，很生氣有沒有？就給他一個蛋糕，一個 cheese cake，做得，心情就好。我就約佢啊，等下去那食啊，去什麼街啊，佢上到佢就會挑。係啊，唔講我喺提上哦，有一個懂唔好嘅地方，就係日本人吼，雖然唔係識動到啦，唔過細人我基本上就動好翕相，像現在還有動到嘅網美朋友，你動好翕嘛嘅網美，你搞，我說佢冇，越冇來啊！你講幾快吧？像你吼出去食飯嘅時間，我個朋友就會講。應陣啊，哈，嘅菜點好了，你先去偏手10分鐘，因為講嘛嘅，講嘅菜送來金錢啦，哈，先幫佢付貼，結果就先幫佢付貼咧。我以為他先結賬咧。以前一偏手，結果佢嘅去結賬。要按好，古時候我就懂啦，嗰種吼唔係師傅嘅人，好翕相嘅人啊，那個牛排原本店嘛嘅3分熟，結果拍完我要吃的時候都變7分熟了。哦，你就500。你知道你講下食物，等下全部變遺照誒，等下全部。要看到啱喺度啲冇？係啦，係遲到咧，係大嘴股嘅太貴。師傅開會講法啦。師傅開會講法係嘛？嘅飛機知道做人嘅師傅嘅優點啊缺點係乜嘅？我知道優點是係你做得是當多東西啊，當公演啊用嘅，乜嘅都是係是做得配用自家要嘅冒險嘅真是，因為你要是當多冇同人嘅口味啦，但缺點是係，你食嘅時節心情當好啊，唔過食了又會太口，會到你是行喺講家度，你食了又會太口，係，所以要心情要唔好咧。冇唔錯，觀眾朋友們想下多食嘅時間，因為付出物嘅代價，為到食唔做得付出物嘅咧，等一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俺做的大禮拜4嘅5、6年，還有大年4嘅胖啊，大年4嘅給亂狗啊，就唔會食飯。你喜歡加工過的？哎，對，我喜歡精緻澱粉。佢就懂好食量精緻嘅，懂精嘅澱粉。哎，俺咩懂紅天用吧？俺青好食水果，唔過俺唔好食水梨哈。俺青好食嘅水咩糖啊、令狗啊，還有俺老爸強榴蓮好朋友。榴蓮好朋友。我做一個美食家，你基本上乜嘅東西就要敢食，唔掂冇？古時候我係英雄大聯盟嘅掃雷大隊長。嚇？乜嘅？掃雷大隊長就係當當然冇50個嘅，像我有一擺我去高雄，我讓我朋友也講給我用。
欢迎大家到咗嚟好上台上個節目嗬，家大家要講到做人師傅要講到優點啊缺點，我知道最大缺點就係所以到過後就變到動態口，就像我冇講係乜嘢，就像啊杜氏康，我有水利安尼啊，還有講有太口都會是蒙人愛啊，呢種嘅東西。還講西瓜誒，係唔錯，就算講咧蒙人愛，還係太口都會是。入座啦，唔可以對號入座。係啊，你講呢個。本來要叫本檔哦，這個腳本上寫的是烏鴉飛過，你對號入座，你對號入座。那就不說係嘛？我就不說是誰了，大家就地址好啦。我愛講到呢個東西哈，就算大家會講，我看台這個早些啦，咁樣係嗎？爸，我記上。好嘞，講嘛講，怎麼用舉來掉啊？怎麼用舉來掉啊？哎呦，主青年權力太大了。好嘞。我講來講的是係哦，大家講下講的談到，就算正經了條事情，正經會發生，大家冇要講嘛，就看王小鳳弟弟點冇講啊，冇得講嘛，當然唔講啊，但係當然冇講啊，係唔係？不過講到呢個食嘅東西，你會為到呢食付出乜嘅代價咧？阿伯強，我今年付出錢來買胃腸肉。賣胃腸肉，係賣胃腸肉，我係做啲胃道食的吼，誒，我今年吼，哎呦食到肚臍眼飽哦，食到肚臍眼痛吼，食胃腸肉，咋個咧繼續食？阿妹我呀，就算係去到食到飽嘅串湯哦，誒，日本已經係大千寶啊，我咪我大胃腸肉。哇！係啲嘢唔敢應，我沒有闊。嘿，錯嘛？嘿，我知道嗰時佢就算大習慣，冇啦。唔拉用，唔拉用。韓國家嘅胃可能已經壞體，會去為了那些東西，你就得付出乜嘅代價。為到性愛做的就是一直上健身房。哇！健控哎，這個比較實際的學起來。近期係去運動，未去按第2令應該。體胸啦，係啊。我咪要去健身房嘅，我就係體胸，也動風片啊，搖雞三溫暖。反正在看電視啊。你是小三叫身房吧，一直健身房。會去已經去度嘅健身房。最多嘅時間，我應該差唔多去2、3年。哎，你整天動汗呢？我冇動汗，還有走線上寒汗哦。我已經去300呢。然後你 Viking 再來講吧，我同你講，也唔係有限唔限嘅問題哦。像我姐啊，本身動太口啊，佢一下沒有去健身房誒，佢講啊吼，誒你個細啊妹，唔係啊，佢講啦，一做細來唔啲嘅地方啦，細啊妹25歲過後啦吼，誒。推車就會下降，行程推車就會變慢。我看25歲過後，係咪25歲過後用唔用誒？我注意啊，你講啊。你講嗰個新陳代謝嗬，你嚟下老飛行者嗬就冇係。真嘅係按你哦，因為我姐就會按你啊，我姐啊原本就動太口啊，好從細就太口，大家就很佢講愛減皮啊，佢就唔肯講乜嘅，哎呦能吃就是福啊，死就唔係減皮啊，28歲嘅28做得超唔強下去。我真28歲嘅時節做生意啦，就同大家講佢去健身房。哎呦，大家嚇到就想個阿妹，我要變甜啊！跟一個太口跟人講去健身房，還鬧到去談戀愛。結果佢就講啊，有一年啊，佢去食飯嘅時節，佢原本就做得食東東食澎湃，結果跟人佢食唔落嚟。他為了他吃不下那一盤炒飯，他猶豫了1個禮拜。後面咧佢就去炒就跌到吼，眼淚暈通，做得蹦出來你嘅推車，安尼咧佢就做到是喊卡到，做唔得？係飛行聲，你就因為愛食，我就暈通。你家下個意思幾點？家下個意思。講嘅時，同樣為到事來付出嘅代價。我讓我妹妹是去聽過，講等半年嘅檸檬塔。等天把等半年，佢就會記咯，因為我妹妹佢都把佢投食品。過期哦。佢個訂單拍到半年了，因為我妹妹係投食品，因為我妹妹係投食品加工，所以佢所有我你不卡是個添嘅東西，是譬如乜嘅麵包、蛋糕，佢都有經過佢嘅檢驗，所以該張檸檬塔真是道理哈。太麻煩啦，係你睇下訂停200個半年，該嘅買啱咪要停，係有100糖多的時間，真嘅都好些，韓國100你只能訂6個，因為就是1盒就是6個。限量限量哦，還限量6個，而且要等半年，那12張也只有10張。訂到都
为当礼拜天，意思说等半年，鼓手买到68年。是100年，一张也是100年。咁嘅，佢後先要談講啱先邊嘅朋友為到咧食東西，付出乜嘅代價？係，我來講啱熟食嘅朋友，加上啱通時哦，佢剪菜唔食啊，咁個嘅諗答哦，佢就係紅燭食到水冇。我要擺門佢講用班做得愛用先哦，佢是講冇啊，食東西係東方嘅事情啊。係啊。佢喺講佢話呢個食東西就係幫助上事情啊。係啊。有一種你機房嘅自己冇辦法上哦，用班講食東西能幫助上事情哦。食東西嘅世界哈，一聽懂唔係上事情，因為吃飽就會放空嘅。對我來講，食東西係當輕鬆嘅事，頭腦不用輕鬆嘅世界啦。係有即從嗰啲看天陽，咪會食個爆米花。嗰時當輕鬆嘅世界樣時啊，有冇幫助思考？有啊，有段時間你做聽嘅時，就冇辦法上，就會是地位難大，就做得上。係開始係放空嘅時間。冇，我批的。啊，你知道我們都冇說。是，你會懂你好。實體是水皮嚟啊！從家下嘅頭先講到嘅朋友嘛嘅，當為食當強食，韓國新菜補充當好。哎，你菜聰明，又當為食當強什麼個新菜部分，愛是冇。愛是冇少啲啊嘅問題啊，愛啲很多嘛嘅愛曉得使。點用嘅使，我有很多競賽，點啊？有乜應講競賽呢？因為我做一個美食家，基本上乜嘅東西就要感受，唔點啊？嗰時候我係英雄大聯盟嘅掃雷大隊長。嚇？乜嘅？掃雷大隊長就係當當然唔識高嘅，像我有一擺我去高雄，我兩個朋友也叫叫我用。杜到嘅乜嘅叫炸蟋蟀，你有識過嘛？哦，葡萄膠誒，葡萄膠誒，係韓國葡萄膠係太雜嘅，啊幾死雜嘅，死雜嘅臭字。蟋蟀小朋友。係，我咪基於安尼心態，我就去吃。結果我這樣提講吼，有的人對海鮮過敏，有的人唔係對甲殼類過敏，我唔係對海鮮的甲殼類過敏，我係對炸蟋蟀的甲殼類過敏。哦，冇強用嘅啊。冇咩係，一種就要冇強用，因為吼我有觸動啊，將我去檢查啊，這樣啲，結果我嘅按部吼，嘴唇發黑，嘿，然後那個臉皮膚就變較厚誒，就開始它那個臉就開始發白，規按部黑里度，結果我聽音樂又好誒，繼續食。哇！食到歐洲東西嘔出來就好誒咩？你完全就一直是現世報，現世報。即個聽使，所以說我第一原來我對安尼甲殼類係過敏誒。哦，也是啦，因禍得福，後菜嘅用什麼？汲取教訓。汲取教訓，漢白就冇一些破咧土膠誒。一下什麼問題之下，自家有好些東西，有唔好嘅東西，自家特別一定要吃什麼東西嘛？有當而寫乜嘅東西，還自家有乜嘅偏好咧？阿姊，我青好是天粉類嘅東西，就輕容易皮嘅東西。跟你兩種講。係我青好是麵啊，是胖啊，是雞卵糕啊。唔講誒，啲天粉有飯對不對？我就唔食飯。我冇去吃飯哦，我就單槍吃麵，我就在大禮拜吃個五柳麵，還有大年吃個胖啊，大年吃個雞卵糕啊，就唔會吃飯。你喜歡加工過的？哎，對，我喜歡精緻澱粉。佢就懂好食量精緻嘅，懂精嘅天粉。哎，我咩懂紅天用吧？我青好食水果，唔過我唔好食水梨哈。我青好食個水蜜糖啊、菱果啊，還有我老爸強榴蓮好朋友。榴蓮好朋友，哎，呢個有片太貴，嘿，榴蓮太，哎呦，榴蓮自家講榴蓮唔好食啦。自家係榴蓮，講榴蓮唔好食。莫買煙啊！講到榴蓮，你們真的很愛吃榴蓮。哎，都好食啦。你抽你啲牙齒你好甜，你聽我食過那做唔得，我係問窮人愛窮人做唔得食榴蓮嘅好心。係，你食乜嘅東西？好食乜嘅東西？我好食啊！我當好食水餃。哦，水餃係還有挑戰有講過甜點，還有個抹茶嘅東西。抹茶係，我講緊水餃，我要先快啲講緊係山東來嘅呀，因為哦，從正年啊，對啊，就山東人不喜歡吃那種麵食類的東西，大餅啊什麼的，什麼抓餅啊、炒餅。那個還好，哎，水餃好好食。因為之前哦，我媽媽做成武漢嘛，其實買個2大包嘅水餃，變成冷凍庫啲，本來啲家中來食。
系啊，俺做的是热张眼，行为讲用慢哦，因为是哦。没有啊，所以他喜欢吃水饺，公开山东来，然后都搞个牙未去过山东。冇我别讲，冇去过台料，好吗？嘅小凤咧，唔切噶。我说的一定係同 local 嘅啦，我口味。我说的吼，基本上就係嘅豬腳、鳳肉、個控肉。哦哟，冻灰呢？冻灰呢？哎，难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唔係，我識嘅種攞多嘅種揾鹽再流嘅再鹽起來嘅。懂死牙嘅你。所以是你是3秒就要去。唔係啊你啊，還有膠質啊。附近咪係好些安尼客家料理。係，應該是係客家控啦。客家哦，你傾下嘅啦。唔係啦，我冇撈佢，我唔想做水哩。因為我是做踢球模式啊，我是會想，比如講嘛個炒板條啦、糍粑啦、水板啦、風板啦、豬腸炒薑絲啦、豬腸炒薑絲啊，係啦，嘛個客家炒肉啦，啊，係啊，呢種東西全部係食到唔可以上，冇食到話見上。都會想㗎。真嘅吼，大家講到喺呢後欄水8點哦，真嘅。觀眾朋友們想到買個東西嘅時間，食到後欄水正嘅8點。韓國大家等下會推薦7個心目當中當好食嘅美食，等下再嚟繼續來分享了。講法，你一兩下就會變 free kick。哎呦，講法非常嘅好聽，非常嘅點清。再過來呢幾位都不用嘅音樂啊，全部都係不用輕音樂的古典音樂。哎呦，就你可以就鬼神你就有黑着嘞，嘿，就是一進去就變會輕，愛出來又子瑜這樣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，今日到大家係考試嘛，嘅講到正經後欄水8點嚇。不過講到咧師傅嘅副推度一拿出來嘅名單啊，老長啊，哎呦，比阿婆嘅殘腳布還要長，真嘅哦，又粗又長。咁一下請大家推薦下7個副推度嘅名單，推薦1-2個就好，唔好太長嚇。阿志，哎，真緊要，真緊要。冇啦，我喺推薦嘅，你哋考試日本料理冇？哦，好食。你一定會去很多滿者店、八德、蘇西吧。嘅喜歡嘅人啊，咩同事係去，因為第8度呢，個位唔係青島，今年去就係呢只吧台，就係第8度就有師傅出去做蘇西，現做嘅。睇過來呢，佢嘅味呢係兩隻味嘅，就有個嘅屏風。第8度嘅人客呢素質都當好，第8嘛嘅睇緊呢都會講法非常嘅寫上，都有禮貌。其實個單價係下高嘅，講法呢兩下就會變 free kick。哎呦，講法非常嘅好聽，非常嘅點清。再過來呢幾位都不用嘅音樂啊，全部都係不用輕音樂的古典音樂。哎呦，就你可以就鬼神你就有黑着嘞，嘿，就是一進去就變會輕，愛出來又子瑜這樣子。跟住但是要唔講，你係嗌阿小鳳好食酒係冇？第8度嘅他推薦你食酒，因為第8度嘅蘇西吧，它的蘇西生魚片非常齊，唔過價格酒就較貴，故所以呢愛食酒就去熱炒店食就可以啦。阿伯有錢冇要緊。好嘞。講到阿好笑，等下我私賴給大家個地址啊。冇問題，我會等下傳給群組私賴一下。你做咩兩隻同下現啊？你全部都係去。好，你聽下戲。係啊，跟住乜啥膚淺？哎，主持人，冇關係，因為我會報一下公賬。還有，因為我就講我請考試甜點嘛，誒，大家都哋講客家人一定係食乜嘅？糍粑。你未係啦，客家嘅鹹嘅料理地不咁高嘅。客家人一定係食乜嘅？糍粑。好，跟講到糍粑，你有試過鬆餅糍粑冇？有。小木該做，小木鬆餅。我跟你講，小木唔拉絲啊，小木還好。我跟你講，一定係食乜嘅？我都 Formano Cafe。Formano Cafe 就第8度呢專門就賣嘅糍粑鬆餅，跟住大家鬆餅呢係水滴型的，
水滴型的，水滴。通常会你看到嘅松饼全部係三角形，或是小小的圆。係佢係水滴那型。水滴型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水滴型嘅你有買呀？佢係青到嘅水滴按用嘛？你講哦，去相親就係嘅網美朋友。有一些嚟衝發控用。係網美朋友做的一些唔過呢，其實我試了後張題，它的水滴是有用意的。真的里面有水。烦哦。也跟水滴。你思考的放心，还没有绕台阶，还没有不眼睛会了解，牛慢都冇穷龙嘞。咬下去要玉米浓汤出来。牛慢是水滴啊。你都係去開發，然後佢水滴型呢，就因為呢水滴是落去肚度一口，一口。故說呢，韓國呢，佢水滴它的皮啊。用嘛，唔係清盤嘅，嗰陣你咬下就食到嘅翅膀鉗嘅，哎呦，用解釋，就鉗到幾片起咧，係啊，嗰陣貨賣到咖啡一條也是，太快有一隻店嘅，還有最名嘅名嘅 Latio Coffee Roasters。哇，你怎麼會知道？因為老師，跟下嚟腳本嘅書字有幾唔記得嘅名啦。因為其實一就係細貨嘅提示。因為劍係英文劍，乜嘅大部分係法文，啱唔知啦，係唔知啊。唱提示聽聽啊。後事就好啦，哈。咁每個會提前來也見點，因為你是給人講一天配嘛嘅，幫嘛嘅咖啡，大家好食咖啡嘛。好。係，你是嘅辣體，一天是嘅小小嘅，你最緊辣體就係唔辣少，係。唔過身你嘅你也見點，辣椒嘛嘅嘅。roasters 哦，嗰個咖啡就清澈哦，喺韓國呢，你是個拿鐵，一天是個它的那個奶泡，一定會非常的綿密。會綿綿的呢。吃的時候會這邊就是有這個打糊對。會上洗嘅。會上洗嘅，係啊，非常嘅好食，非常。再過來幾兩個好食嘅係嘛？好，它的幾兩個係調羹用氣價做嘅哦。哇！再過來佢會看時節嘅，你睇時節可能榴蓮就榴蓮幾兩個。水梨，水梨嗰個，水梨幾兩個？哎呦，抹茶嘅，還有吃婆芋泥、芋頭，有乜嘅？就是它是看時節做，全部都會調羹氣價素做嘅。哇！多先係同對時嘅購置。主持人應該係唔係講啊？推薦一道兩間店啊，你講嚟動到，冇咧，就咁嚟講咧。謝謝啊！誒，你要記得今日喺後上太上工，唔係一家之主，拜託。好咧，好咧，好先。好啦，好。我先嚟推薦乜嘅串湯。那熱天我推薦兩間啊，嗰間我哋宜蘭，因為嗰個學校嘅學姐其實可以跟串湯嚟講，啲學校嘅師姐讀嘅係喺餐飲管理系，然後他讀法餐的，所以法式餐廳，然後他跟嗰間名按到1998時光餐廳，成功記定來。佢哋喺宜蘭火車頭對面，咪有個吉米車站嘛，啊，南國有個火車嘛，係佢哋喺火車嘅順頭改建，改片使用一件呢，當後勤啊。佢啲話哦，係因為宜蘭兩邊大家係食宜蘭嘅東西嘅時節係而家無菜單料理。不過啲宜蘭啊，某一件無菜單料理係用法式嘅方式。所以我其實想講，某一間可能開始做題咋。其實啊，落喺宜蘭當地嘅農產啊，哦，家己嘅嘅採地貝。所以是一種宜蘭法式風。對，它是走宜蘭。宜法風。他把宜蘭當地的這些特色的農產都加在裡面。山上蔥，哎對，三星蔥啊、金棗啊那一些，來到川普用啲地位，而且哦，它的這些農產都是當天新鮮直送，產地直送。剛剛有講到甜點，有講日本呢，有講到法式咧，啊嘅小鳳台灣你都搞本嚇。愛吃到哈，有啲台灣人哈一定會食貨啦，因台灣東島呢種小吃有冇？係我有推薦咧，因為你也喺台北，啊台北6種來6張嚟嘅地位哈，有一間大腸麵線，基本上 Google 嘅關鍵字就係也兩隻啦，6種來大腸麵線，佢麵線真係厲害啊！佢麵線係食起來有口感的。吼，佫還有，其實因為也東島麵線全部做嘅係精緻小碗嘅，吼細細碗嘅要賣到咁貴，其實唔係，其實係要台灣又唔會貴，按台灣嘅麵線做得保證而講，你食得大口就一定有料嘅啲地方。哦，多數地方都青島在太重。
因为伊讲人家室外闹啦，古时候有太床，没有个蚵诶，啊没有说个中药那个肉丁啊，那有编发呢，还有变化，啊个中药有个切味，有层次，我成本动过呢。成本高冇唔錯，因為吼已經做到有名上風當當嘅東東業，意思嘅薄利多銷一個概念，係基本上一份賣唔會貴，係一份7份你可能就食得到。50克，給阿醫生，還有差唔多。再吹下，流血難水咧。嘅台灣咧吼，並兩三面就行個台。真嘅。哦冇，必自二胎冇必二胎。黃師傅，你真係唔會講嘢。有衝人家杜氏安胎嘛，有跟方法就是做對哦。你來看這句啊，我知道吼，你下先看唔到黃師傅，你阿母就會潛㗎啦，唔講，阿母也時間會潛。注意啊！講到了這個東西，喺家家安尼講吼，真件吼，你師傅自己嘅互相互來交流，呢個東西上面唔本佢唔見體氣嘛。不過有一個事情就係講，你做師傅嘅人身邊有啲人真件唔係師傅，佢就。實在就好，冇去管還買個好食，還食幾多 CP 值幾高啊！假使了了種人相處嘅時節，用辦起老去溝通嘅，講到實就大家都會頭腦會痛啊。嘿，呀吼，我就會同大家來講一下我自家嘅感覺啦。還是我講師傅吼，應該會講嗰種懂享受實一件事情嘅人吼。啊，係講唔係師傅嘅人咧，其實基本上就像愛食聽聽，就盡是風色食啲嚟食啊吼，就是不懂得品嘗美食。啊，你真爽嘅人咧，然後師傅我用埋嚟享受咧，真爽嗎？就知道吃只是一個生理機能而已。對，有一些那種廚餘桶就這樣的概念。冇，我同前使哦，係我用書嘅。叫我用介紹咧，就係呢個師傅啦，我將呢個名單準備好勢啦。啊，根本嘅咧真常嘅人，唔係師傅嘅人，佢都是要想去食東西，跟住就夾夾幫佢東西食，按你就做得咧。唔是同佢討論啦，討論佢叫你佢咩冇想法，還有哦，他推薦出來的東西，我們也不見得入得了口。哎呀，是啦，冇錯。給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做師傅嘅人，用辦起老身邊嘅朋友互相來交流，用辦起老掠到唔係師傅嘅，咪搶搶本人變做師傅。韓國做師傅嘅，用辦起將有彩條來做掠師傅，唔會失望睇咧。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了。怎麼贏後台就變主角？你是新冠都經驗有效。真心發，真心發，我唔好人嚟上啦，冇啦，做義工嘅啦，唔好人嚟。好啦，真勁可以啦。黃太太變太球，各位用幹啥？繼續唱暗講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到咗嚟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。剛剛你嘅認證到最尾嘅時候，就講到啲中人師傅啦，唔係師傅嘅人，都係做朋友嘛。你講知道做得？做得啦，想法啦。不愛講，做得。你都難相處，做乜做唔得相處？你老睇，做乜嘅做唔得？那看到嗰種看到嗰種吼，美食當前和不為所動嘅人哦，我真係心度好似把火吼，心中一把火。導演哦。對，照亮了我。好嘞。因為吼天公伯吼創造人類吼有這個豐富的味蕾，係有眼睛嘅哦，不應學東西啊，你創造味蕾，你又唔學東西。打爽，唔會做面好咧。唔會，有人想嘅人做朋友，其實佢對一隻東西冇感覺，不過但係想嘅人做係說，哇，當好食，哎呦。每句口呢？假的，就是好像不好吃，可是還說哇，佢就做戲，哎呦。咪算係一種嘅好朋友哦。鼓手，我愛請嘅做演員給你，我假跳呢？你大家吼，轉來就想一下來做這個師傅。即係上邊有人講咧，個師傅有動作嘅刻板印象，像乜嘅西來人會說啊，能吃就是福；西門人家會說，哎呦，冇讓人家富家，冇讓人家老公食飯太好嘛。也有人講，西門人會食東西，懂等一下西來懂會說，你是肥仔嗎？我就恰恰會談到按那個刻板嘅印象，嘅小鳳有談過按那師傅嘅刻板印象哦。我是冇按嚟談，我冇按嚟想象，我就知道西來那係講，懂好食，食到懂太口，我就會知道，西來本來就會留一點鬍子，留一點肚子嘛，啊，西門人唔會變過去噶，你直頭排做戲就有講啊，西來那係太口，頭胎就會像豬
给投胎就变媳妇，细妹投胎就变主公。古时候来说较无公平，不过也哈沙菲变啊，但是变做讲细妹日自家就唔用过自家。不用唔高。那还跳好色都太巧，然后隔天哈就中秋就开始干皮啦，就冇爱色就开始，系啊。新关度就懂干，但是因为自己心里唔用过自家。不过俺家堂嘅小凤掠去买，嘛细人已经偷台食西凤，免西凤，免西凤，细妹已经偷台就变主公。你是新关度经验有效？真心吧？真心吧？俺冇人嚟上啦，冇啦做义工嘅啦，冇人嚟。好啦，真劲可以啦。黄太太变太 Q， 各位用干啥？佢就唱暗講。佢係講佢自家，你看呀，水里就出來了。有很多奇才幫，哦，是這樣啊。日就才啊，就福氣，你知嘛？大家都知啦，嘅水里可能就時間嘅過後會見到見睇，見到見睇佢會叫嘅嗬，係咪叫嘅先啫？會長睇自家來食飯啊，係我哋破嘅。嘅好神啊！你有睇過嘛？嘅呢方面嘅劇本嘅印象嘛？對，我來講哦，我選片哦，我寫咁個寫來，係寫冇嘅細部，叫做是當電影咁嘅種啊，叫做當回事，當好事，咁個全部係提橋。哦，係，所以兩種世界當紅最電影當嘅一種啊，係啊，要當然咯，調戲是會提橋啊。係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打手。唔過記得是唔係按用英嘅音啊，係記得寫嘅東西寫到哪片戲咧？唔過係硬係咁高啦，為是係好事情，愛是唔係唔好嘅，唔過係維持身體嘅空間，係最重要嘅，冇唔錯。還有人外有該實用咪係都重要嘅，成日應該都可能冇爭啊，用辦事好事是好嘅，唔過誰沒有食東西哦，唔講幾好事咯，幾時講寫出嚟是，因為凍結啊。顧面子就顧面子啊！家就已經經常要 Q 到 any 跳戲都會皮嘅，跳戲是係嘅，跳戲嘅用啊，快跳戲嘅用，跳戲嘅用啊，乜嘅意思啊？兩名用啊，你全經當埋做煙咧，冇藝術統教，難怪冇朋友啦。白咁冇咩打水鼓啊？唉，實在哦，可能係不是咁多嘅。真就會跳戲就會太強呢，古種係強勢。跳地位啦！做出來了。我嗱講色彩法，就會愛知道講有懂就講，哎呀，細阿妹係洗髮啊，就會知道講，哎呀，她公主病啊，嬌女啊，係咪東南風色啊？哈啊，係講係細奶，係講係佢係洗髮嘅話，就會想講，哎呀，她是不是很胖啊，很宅啦？哈，我用上唔好困用嘅。故所咧，唔論係細奶行係細阿妹啊，知道做一個洗髮係懂辛苦嘅事情，係我講出嚟，想要做洗髮，冇辦法做洗髮嘅你，那就懂形象嘅種哈。用嘅事就唔會太強，啊！啲咧風水嘅事，衝埋就走在家裏皮困啊，天天。跟有贊同嘅，阿志有贊同嘅認真嘅講法。我冇贊同嘅，因為呢，我係非常散漫做嘅。注意俺用板式東西給你。哎呦嘿，你明明就只吃些澱粉啊，精緻的。你看澱粉按皮嘅東西。跟你心結霜，你吃到嘅洗髮嘅心結霜有正常嗎？我感覺其實最重要嘅係心結嘅問題。從亞三年就算佢係洗髮，唔過佢嘅心你話講，佢嘅心結當好，就算佢係洗髮，咩請等一下，從我就按等一下，係嘛？最重要嘅就係，就算你係洗髮，唔過你曉得打扮啊，係嘛？穿白槍洗髮。係嘛？哎呀，你要穿那種就是會遮住肚子嘅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前面就是要走哦。所以今天大家都穿短袖，所以穿長袖，所以就遮嘛。你都是看不到還得服底。我最討厭夏天。好嘞。兩片，好，就安尼是買濕到爆嘅時節，就愛調濕做非常太涼嘅，因為濕到爆濕了，出來了。要做下用掉。安尼起來大班後是咧，就算你係洗髮，安尼看下係醬嘅、煙道嘅，係嘛？冇錯，該飛機咱做緊什麼嘅調表，你要我講嘛？我知道我要平反一下，洗來應該是到佢係講洗來洗髮吼係。你知降大松鈣接同啦，所以
降大肠嘅症状，所以無論係好食嘅，還係講唔好食嘅，還係講冇食手嘅，佢都全部都會食體。老菜妹病態就是食福啦，食福啦，係降大腸。和石門應該是石門細房，應該是知道佢係因為佢好有自家嘅主見。要注意，係因為太部分嘅石門是唔係細房嘅石門，你問佢講你今天要吃什麼，佢一定會答你。全走的，青菜，什麼該煮熟的。時間叫我就參加 A 人，唔好食太陽。係啊，幾細貨嘅食物應該唔會按用基本用半天。其實我好有自家嘅主意啊，係啊，基本主意佢自家根本要食嘛嘅，是麵。係啊，佢係有主見嘅，佢係算有注意嘅麵啊。不過一回佢係用另外一隻角度來看咧，你做細房因其實佢係對自家嘅食嘅東西都要求，因為他不會是隨便一芹菜鹹鹹透透。雖然講佢係鹹鹹透透嘅嘢，不過佢性貫圖有170度改變，然後呢個東西做對是呢個東西不能入我的眼，係咪？不過總因細貨啊，有一件動重要嘅事情，一個錢包啊，還有一個青菜啊，可能會食問題，樣板先天闊，唔會問題嚟印證。像我自家咧，打從娘胎對牙嘅就係細貨，就開始研究牙齒。你講就講，上成年做幾家下就開始研究咧。差唔多啦，意思就係講咧，我真嘅我嚟計算一下，比如講啦，基本嘢係講，早上調色濃度嘅話，嘅暗部頭就是較少一些咧，還有啊，盡量冇係嗰種澱粉類、精緻澱粉類、甜點類，嗰種嘅熱量就太高咧啊，嗰種就盡量吼，即1盒、2盒啊，切間吼，我要掙扎啦。我要接嚟緩春，跟住咧完全冇嘅即緩春嘅壓制。其實呢，這個因為腸癌青好是給人個還有咖啡就非常容易忘記，因為兩加起來就非常的貴，係嘛？古時候嘅癌就剛剛講，你花錢就會花在癌上嘅食嘅東西當中。腸癌一3年吃飯開始也是正常，癌就是非常簡單，腸癌就是個麵啊，1碗這樣35 K 哦，咁樣就好咧。癌真嘅係老朋友叫他出去吃飯嘅時候，癌真會食下好嘅東西。但係癌吃嘅，癌就用啲錢啊留下來是給人講，係講呢就留到不卡是阿婆嘅啊，係嘛？咁樣非常的省啊。就係不行嘅。阿婆先歡喜就講，你唔好去弄杯事，新不卡較空間。係啦，佢像阿自己講到，還有加阿印證有講到，最重要係乜嘅？你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就係講，你愛食，唔做得食，還係會食，都冇要緊。最重要係乜嘅？人嘅空間，還有唔好留自己嘅錢包塞到問題。希望大家都做得平安食，好好來食，好好來享受嚟嘅食嘅快樂。下禮拜同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看我哋嘅香港太上宮。要發大家歌，拜拜，各位你好，都是吃東西嘞，吃東西，吃東西，啊，你怎麼改？都是要，真的東西，真的都是要，都是要，跟緊緊都是要，啱咪緊緊都是要，要，人在幹嘛？在等鏡頭過。在挑天啊，散沙怎麼改？其實這邊，我反正你要講說。